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到南投县第2届全国软式网球的比赛，伫当地来举办，有28支的队伍，758选手来参加。这大会特别邀请到2018亚运金牌的选手余凯文来参加到比赛，他来提升到比赛的水准。 看到软式网球选手认真的比赛，让人感觉真刺激。可以又在南投举办这个全国的比赛，这样我觉得就是很期待，然后希望就是圆满落幕这样。 这是中华民国软式网球协会甲南投县体育会做伙举办的比赛，唔来当运动促进健康，买当增加互动交流的机会。赛事是我们集我们软式网球里面的全国的精英，总奖金将近30万块钱的激励之下，我相信这一次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刺激哈。 这摆总共有158位选手参加比赛，其中有亚运的金牌选手余凯文，希望讲透过这摆比赛，唔来当和选手互相交流，过当提升比赛水准。比赛拄好拄到地hiệu博览会，县政府嘛希望讲所有到南投比赛的选手，买当做伙啉好茶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